来看今年双十的宴会会伫咧南投来举办，官府按算16暗时会先来试放，有人是真期待，不过嘛有人烦恼讲到时会大塞车，希望官府会当好好来规划。2025双十国庆宴会伫南投选定马路溪边的道济禅寺做这届试放宴会地点，嘛已经垦高空家规咧宣传。官府拍算9月16暗时8点会先试放宴会，试放超过300粒，时间大约3分钟到5分钟，来较近观礼台以及山顶观赏点的视觉。有民众感觉真期待，嘛有人烦恼交通的拍角。唔知有其他的所在会使去无？因为迄天一直人足济，车嘛唔知要放搭。交通的问题，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会使做一个真好的宣导，要入场嘛真好入场，要结束的时阵，大家要倒去厝嘛会使真平安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初步规划伫咧南投市药景大学、南投往来产业园区这所在设观赏点，并且伫草屯民间南投市设专门接送站，到时会调超过200台游览车来接送。烟火9月16日释放的这一天，还有10月10日哦，伫咱会展中心附近哦，拢会交通管制。咱县府甲南投市公所有选定2个高处观赏点，底下咱嘛有规划相关的市集、个小舞台。南投县府指出，16暗试放宴会迄天嘛会实施交通管制，会禁止人甲车入去管制区，请民众爱配合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